到2025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咧，迪士尼已經償還咗超過60%嘅貸款㗎嘛。預計到幾耐到咧？按照而家，當然建基於而家，另外嗰40%嘅貸款咧，可以能夠逐步完成啦。第二咧，就算未完成晒歸還都好啦，但係咧就而家啲盈利裏邊會唔會能夠有一部分可以回撥翻俾政府又好，或者對整體嘅旅遊啊、香港經濟嘅發展咧，可以有額外現金呢方面嘅財政嘅支持咧？其實咧，而家嘅迪士尼香港迪士尼樂園啦，喺即係對政府嘅貸款咧，其實仲有40%未還。咁呢40%咧，今年係會還翻俾我哋㗎啦。但係咧，股東亦都同意咧，因為正如好似阿陳勇議員頭先講咧，我哋其實而家係好需要維持住第一擴容，讓我哋嘅樂園咧繼續可以推陳出新，亦都咧個容量越嚟越大，先至可以咧令到我哋嘅旅客嚟同埋有個好嘅體驗。咁呢個我哋十分同意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同意咧，將呢啲嘅即係還嘅錢咧，係可以攞嚟咧做一個新嘅吸引嘅園區咧。